你看上面有那个风力的转动的设施，然后那个轴心接到下面这个脚踏车轮子，你看，它那个轮框哦，吸附了很多的磁铁，那磁铁的旁边你看，就放那么多的线圈呢，电线呢，气包线圈，你看，要用束带把它固定，你看，椭圆形的，你看，然后通电呢，那发电以后可以让灯泡亮起来。